最近遇到一啲新學佛嘅居士，佢可能對呢啲咒語呢唔係太熟悉，更加唔清楚點解要念咒語，所以借住今次呢個機會，嘗試同大家分享一下，究竟作為一個修行人，平時嘅早晚功課或者平時嘅持咒，對我哋本身喺道業上面有啲咩功德呢？乜嘢係咒呢？咒係梵文嘅音譯，原文係 mantra， 意思係護心護念。我哋可以理解成為能夠守護心念嘅語言。咒語唔係一般嘅言語，佢蘊藏咗佛菩薩嘅願力、智慧力、慈悲力，係佛菩薩嘅心語。所以當我哋持誦咒語嘅時候，就好似用心同佛菩薩去相應一樣。喺念咒嘅過程入邊，我哋會明白到我哋口唔會再講閒話，唔會再惡口，而我哋嘅意念因為專注喺我哋嘅咒語上邊，所以我哋就唔會再散亂。至於我哋嘅身業，當下我哋一定係端正，行為莊嚴，唔會有任何嘅惡行。所以其實我哋可以想像得到，喺念咒嘅過程入邊，我哋就係將我哋嘅身口意好好清靜落嚟，唔會再講啲説話去傷人哋，或者自己令到自己好煩惱。呢啲全部都係喺念咒過程入邊帶到我哋嘅唔同嘅後果、善果。所以念咒其實就好似掃地一樣，天天掃，日日掃。雖然塵埃始終仲會嚟，但係個地會因為我哋每日咁樣時時勤不息，就能夠保持一份嘅清潔。而家現代人壓力好大，情緒好唔穩定，所以其實念咒係一個非常之實用嘅止心方法。當我哋一片一片咁去持誦嘅時候，專注喺其中，心自然慢慢能夠靜落嚟，就好似水面唔再有波動，智慧自然能夠浮現。有啲人念佛嘅時候好容易分沉，念經嘅時候又好容易分心，但係念咒因為節奏快啦，聲音有力，同埋好多時候會有旋律啦，所以更加容易能夠集中自己注意力，確實係修行其中一個好嘅工具。佛經入邊記載，持咒能夠感應到佛菩薩嘅加持，消除業障、災難，例如靈驗咒、大悲咒、準提咒等等，其實都有非常殊勝嘅功德。呢啲唔係迷信。因為我哋能夠將我哋嘅心專注喺一個清淨嘅境界嘅時候，自然就能夠同佛菩薩嘅慈悲力去相應。好似啲信眾分享，遇到困難、焦慮嘅時候，持咒就會令到佢更加將暴躁嘅心情穩定返落嚟，事情亦容易慢慢咁樣去化解。呢啲全部都係持咒而帶畀我哋嘅力量。大悲心陀羅尼經入邊曾經有咁講過，若人持此咒，一切鬼神皆遠離，災難不起，所求如願。雖然我哋唔係求神通，但係當我哋持咒嘅時候，內心確實係越來越有正念，越來越慈悲。當你能夠將慈悲心慢慢提升嘅時候，你嘅福報自然就會嚟，智慧亦會能夠得到開啟。咒語就係佛菩薩嘅心，念咒就係我哋同佛心相應。
念咒唔係一個形式，相反係我哋同佛菩薩建立一個穩固嘅心靈連線。無論你念靈驗咒、大悲咒或者準提咒都好，只要你以一個誠懇心、行持嘅心去修、去持誦，功德就會慢慢喺你身心上邊慢慢顯現出嚟。當我哋一齊去發願，以咒為修行，以心契佛，轉煩惱為菩提，轉喧鬧為安定。阿彌陀佛。